咱来读台文通讯网报第311期第3美丽大高阳，所以伫网络顶原顶会使找到伊的迄个连接啊吼，就万几分钟啊才来啊，好准得来啊。啊，有我毋知你有对着，是毋是互恁先开始迄个教吼准得伊吼有呐安尼会使无？反正就是两个人一句来一句去安尼。啊，当然最后迄句是两个人做伙读念啦。啊，伊这可能是毋是咧唱啥？我袂记住啦，歹势我看袂出来。好 ，OK， 准得甲有呐有对着无？有无？好，安尼，啊，恁讲一句哦，教甲伊安尼。我看花开，来我比赛。毋是啦，咱是要来搭喙鼓。哦，歹势啦，我煞形容去好袂记。毋过你讲高雄足水，到底水？上无嘛比你较水。喂，我虽然是美女，嘛抑阁小可会看你。莫生气啦，互相闹开才有趣味。你若看我夫妇，我嘛看你。囡仔人伊无喙，伊单，甲你生气，赶紧来讲正题，才袂对观众歹势。啊若无三娘衫，毋敢上娘山。我是在地高雄人，袂讲甲哩哩啦啦，像铁喙分鼓吹闹开。话为假喘，话有钱加好野人款，嘛莫变数来大语大，臭大人。我嘛在对人，毋通看鸟的无聊。啊无安尼啦，猪头皮线无油，你看卖才知输赢。好啊，输人输赢就歹看面，食成因富在理境。嘿，我上爱食，所以咱先讲食的。人讲有毛食到脏水，无毛食到凊腿。来高雄找食，一定爱去六合夜市、臭豆腐、蚵仔煎、烘烟肠、乌鱼煎、咸酸甜甲卤味，烧的冷的，讲会了，说袂尽，拢是天下第一味。会当食饱搁食卡，不管阿肚啊，还是阿六啊，都学了甲会答字。讲到夜市，我绝对袂输你。风华夜市、瑞丰夜市、中孝夜市、金江夜市、南华夜市，四个拢是大碗不满意，无一位我有漏交去。乌干仔底豆油无底看，小看有两步七啊。好，有食就会有行去，有拜就会有保庇。现在咱就开始比，自高雄县选一位会当讲的规大堆，咱为较远的讲起，讲到美容，你会想到啥物？穿蓝衫拍乌的菜干，做好条上盖头，这是客家人上出名的砖头。因少种伫深山内，搬船、搬船
过海，通人知，迄是日本人的上爱。迄是基山啦，蚵仔若出头，做边做饼，人客排规咯。用骹头俯想，嘛知迄是架仙。龟山坪的人景，一定文小透力，较好用，介好用。一定是讲大公山还是大公山？我听到是大公山，当然我嘛未在地，我毋知，我听到敢是大公山。一定是讲大公山。沙白鱼丸好食的骨丢，石板水底乒乓球，蚵仔四季拢着时，同齐阁有乌鱼子。迄是味道应该会讲嘛，味道，我记是味道，字是当然即字，我听到敢是讲味道的款，还是搁有别的音我袂记食歹势。迄是味道应该的特产，来自往来一人收，阁有公山的组通好记。凊彩想嘛伫知是大树，有能做较大篮球，珍珠巴仔吸引大家的目睭。哦，迄是大社甲燕巢，咸咸的豆豉甲海洋豆油，腌泡酒，较寒也袂忧愁。这绝对是公山。停，咱莫讲讲啊，无气烂真正会流出来。等下啦，还阁一味无讲着。倒位？鸡丁啦，按拢是现捞的，一盘才100，真正俗阁粗饱。若食了伤饱，会当去妈祖庙行行咧，坐三轮车，看古迹，坐灯塔，看风景兼海景，也看海景。坐船来到寿山骹，西仔湾有水海岸，暗时食烧酒鸡，唱歌。唱卡拉 OK。这是天赐的地，好山好水上介多。你无换呀？歹势。我小车等我小车。20页，灵火塔还是龙？你看伊个是灵火塔。灵火塔。龙火塔风祖庙的连地段，有鸭船通坐，也有菱角通靠，色相较好势。若莹莹想要轻松一下，规口罩带去泉，保证互你规身躯拢快活。台北有101，迄是世界第一，高雄嘛有台湾第一。伫倒位？意大世界啊，真清爽，群拢第一位，保证你爽甲毋甘转去。未来为母名会有国家音乐厅先讲出来，甲大家请。喂，讲甲一大堆乐乐长，煞差一点仔袂记你高雄的大门。伫倒位？高雄真风水的，就是爱河，每时灯仔火闪烁烁，河边拢是一对一对，互你无啉就会醉。
后面还有员工船坐来坐去，而且港内佫趁港外也去，这是别个所在无倒对。啊，若看到大船要入港，听到船的声响起，足有老母温暖的滋味。我来做伙合齐，1、2、3。下港，高雄市排第一，第一塔，有好料理，也有人情味，阁有电影三太子在保庇，实在各位好。员工大喙角全好，你着毋通嫌啰嗦。总讲一句，欢迎大家小酒来佚佗。哦，无我想吹落去，吼，在搭水果啊你，讲你来啊，迄个志高嘛来啊，嘿，伊拄则即篇是，伊算讲，就是讲因咧写时就超工要写来搭水果一人一句嘛，啊，所以我就讲，拄则准备甲即个有若有到位着，将破演一个角色安尼。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啥物想法看好无？我先讲啦吼，当然这地号名，因为我毋是在地人，所以有一寡地号名我嘛毋知影伊迄正确的，还是讲在地人安怎读念啦。啊，总是目前教育部伊有收诶，有诶看会出来讲哦，迄个地号名外地人绝对毋知。可比讲有叫做美罗永安的特产，伊就讲因在地是美罗港，啊，当然变成汉字的时阵。转变美道区，这我嘛会使接受，或者是因在地人可能嘛高不离宗，变成讲美道区是整个的区性嘛。啊，毋过你若一所在时阵，可能迄所在有迄所在讲法啦，就敢若我讲，阮山林堡我是安尼讲嘛。啊，毋过你变成三重区的时阵，大概三重区即个名称理论上无应该有其他的读音，就是三重区。啊，毋过你要讲古早名的时阵，讲三重埔，就是三重埔，嘛袂有讲哦，因为迄个三有两个读音，啊，迄个重、迄个重、迄个重、迄个三有足侪读音的，所以你有足侪其他的无啦。你若要讲古早名，就是三重埔；你若要讲现主时的科学名，就是三重区，就是即两种。啊，搁就是阮细汉，我自细汉听到山林埔，我就讲以地号名来讲，大概就是即三种。啊，迄除了即三种以外，我个人认为啦，吼，甚至阮伫山林埔住有够久的人，会认为讲有出现的第四种以外的声音，拢是家己学袂到的。原则上就是安尼生。若准讲阮的山林埔是安尼生，其他有足侪所在可能嘛是即种情形。可比讲的美罗即个所在，我去查我才对，因在地人会讲因是美罗，啊，毋过你讲区的时阵就美道区。啊，就敢若沙落，我外地时阵，我就照迄个字面去读啊，结果就读毋对去啊。所以，我就讲迄阵我去投稿理工局嘛，就是台北通讯网报就讲，若准讲名种主人，咱大部分的人拢愿意接受。啊，若安尼是毋是地号名爱尊重在地人？虽然讲在地人嘛，毋是所有的在地人拢敢若一种讲法，就讲咱拄则讲的嘛。阮自细汉讲山林埔。也毋过，嘛是有人讲三重埔 ，OK， 三重埔嘛是，啊，所以三重区、三重市、三重埔，这拢是现主时即个整个三重迄个讲法。啊，当然啦，你敢若讲三重即个字的词的时阵，就是佫会走蛇去，可讲三重国小、三重国中、三重车站，还是三重站啥这，这可能是去算安怎讲，无去讲三字的时阵所。定出来，定出来，即马变成讲有一寡科学，就是本地人愈来愈少，因为你准讲尾也出事的人，你若无听在地人，还是厝里老大人来讲，你嘛袂听到，你听到拢变成外位的，还是外地人讲的，即马若愈接近市区的来的人是愈来愈多，就敢若你去 Google 找资料，变成讲。
你无背景知识的时阵，有可能你伫 Google 找到的资料，超过一半拢是错误的，会有这种状况啊。所以这个问题，坦白讲，我个人我嘛无答案啦，因为有当阵啊，一个讲法是讲，可能要有种地方志啦，就讲迄所在记录嘛。啊，毋过过去中国国民党顺领因的中国人来到台湾了后，就是甲台湾人创甲拢无历史嘛，禁止台湾人讲过去家己的历史嘛。啊，就甲舞来舞去，耍来耍去，大家拢无在地历史了，就讲大家拢定来，大家拢是新的。啊，毋过实际上毋是安尼生嘛。所以当然有当阵啊，一寡老一言的，因头壳内底阁有一寡记忆，啊，可能就是爱透过电影调查，甲因头壳内底遐个资讯调出来。虽然讲因头壳内底消息嘛无一定100%正确，要毋过若准讲有提供出来的这个消息。咱有法度找愈多，集合起来了后，透过可能科学的研究，还是啥物，就至少会使有一个中心点。毋是有一寡人，伊凊彩听了2句话就开始骗啊！你知哦？有诶，尤其即摆 AI 遮尔方便着，有当阵你去等一寡基础知识课，伊就甲你编啊一篇有够合理诶啊！你只若无够在地，你根本毋知伊啥都袂讲诶啊！啊，即摆诶社会有可能，台湾伫即搭遮佫受到外围、外口、外界的骚扰的时阵，迄真正本地消息就愈来愈少，去用透报去。啊，你看到可能就拢 AI 做出来，有即种状况啦。好，毋知咱台湾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伊即个嘛等于是甲高雄，高雄即马变成几个区啊？我袂记着，歹势。伊目前。上济应该就是台南啦，可能是33号啊38，我袂记一啦。啊，我知影新北市是29啦，吼。啊，高雄可能嘛有20外个款吧，啊就到30，我袂记一啦。屏东敢若嘛要接近30几兆，我袂记一啦。反正目前台湾的迄种行政区就是乡镇市区嘛，即乡镇市区是算共级的。当然，乡镇市区的顶一坎就是县市嘛，要毋过迄个县市。对，就是目前变成是迄个啥，总共22个县市，啊，毋过即22个县市，佫包括6个直辖市嘛，啊，毋过直辖市是含台湾省，即个是共级的，啊，所以，自李登辉也是想，反正就是改什物动性啊、精性的对啊，迄个目的，敢若是要学日本迄种啥扁平化晓。就讲你从甲你济看的时阵，其实管理上无一定较好，啊，甚至因中文讲的嘛，伫咧床架有啊，你一个消息一个命令，迄传到遐规拢有可能走进去，也是规个信息时间差就走去啊嘛。所以当然，行政区的定位分有伊的目的甲伊的目标嘛。要毋过乡镇市区即个部分，要是算伫乡长。镇长、市长即个区域，佫是一个首长嘛，对无？伫迄个县，也是迄个市以下嘛，咁样，甚至市甚至是区长，县市乡镇市即3个区嘛，啊，区的时阵就是顶悬你看的首长去指派啊，所以这拢是属于地方行政伫咧处理代志的时阵。伊爱到什么坎站啊？呢？啊，各地方就是有一个特色。阿扁仔总统起来的时阵，伊有提出一个 OTOP， 或者一项一特色 ，One Town One Product。迄个 T 是乡镇市区迄个 level， 伊用 TOWN 嘛 ，One Town One OTOP， 迄个 P 是 Product 一个产品。所以伊即搭遮，因为即篇是2019年写的嘛，伊。这时阵应该是已经合并啦嘛，合并了后就是所有区拢写入来，啊每一区拢有伊的特色，爱就直接咧做介绍啊。这嘛算是我会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遐个首长啊，因的指挥的指派落去，大家乡镇市区应该爱有一个特色要提出来，去讲互其他县市知，真做全国会使做广告的，所以应该是阿扁仔时代迄个。OTOP 的算要讲命令，还是口号，
还是吹白，我毋知，反正就是自迄个时阵就开始拢有即种什么架生的蚵仔啦，什么味落的海产啊，啥什么个啥物公山羊肉炉啥迄种的嘛，所以等于是甲因迄个乡镇市区，即嘛等于是每一区啦，每一区的迄个特色拢甲伊写出来就对，岐山的金蕉，还是美浓的客家的什么纸线叶、油纸线啊啥呢？吼，基顶的海产，我毋知咱台顶个边有啥物想法看好无？还是甲咱介绍恁迄搭遐的，是你所在，乡镇市都会特色啦哩。然后第号名我听，因为燕巢吧，我袂记得。因为迄个巢，敢若就是讲巢味，迄个巢的共音的款。然后佫有啥？夜市啊，迄夜市啊，应该是原底就高雄市遐夜市啊嘛，伊讲来几落个嘛，几个五六个，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嘛是讲单尾较出名的一寡什物10大夜市啊，啊甚至什物30大夜市啊，啊毋过去即5年甚至10年，变成夜市啊特色拢无去啊。就讲你伫即个夜市啊，会使买着的物件，伊讲伊偌有特色。好啦，今仔日可能真正全台伊头一档有诶啦，毋过可能过无偌久以后，差不多较大夜市啊，就拢会使买着顶礼拜是顶个月迄个夜市才买会着诶物件，变成讲你偌新奇拢遗失袂久啊，变成是安尼啊。所以夜市啊嘛全落车落去啊，目前看到诶。啊，当然有一寡在地诶迄个啥担头，也是讲咱一般诶人较会去行搭去交关诶，迄当然袂摕嘛。啊，毋过一寡伊要互人有新鲜诶吼，诚趣味诶，迄可能就敢若诚紧就退流行去啊安尼。我毋知咱台顶诶朋友针对伊所讲诶遮，你有去试过无？交关过无？还是行搭过无？可要讲诶，我袂记迄个伫倒一个乡镇市区啊，二大世界。我即两日才想到，伫中文的世界内底，意大利即个国家的名，伊安怎写？伊伫伊中文的读念法，就是足接近意大利。抑毋过迄两个汉字，你读做台语的时阵就真差。所以看迄个汉字写倒一字，你大概啊就会使要讲伊是用啥物理路去思考的。伊若写意思的意，安尼迄就是属于台语的思考，意大利。伊若写意义的义后壁迄个义字变意大利的时阵，迄就人因的国家 ITALY 即个音有真差嘛。所以你若看到意大利的写法，安尼可能迄就是中文的思考。对中文来讲，伊安怎读了拢是意大利啦，但过用台语来读就真差。伊一个有落音的歌嘛，一个无嘛。过来就是伊讲，未来维武营，即几年啊，维武营嘛真正办足侪种大型的活动。可比讲，我印象中，2023啊2024，就是因伫咧办，迄阵敢若是啥物台湾灯会还是啥伫遐办嘛，然后就有一个大型的新式歌戏剧还是啥物会，准爱哦。伊就咧讲，过去400年台湾的历史安怎，伊就透过迄种新式的歌戏的模式去扮演。啊，当然，有一出电影《父孝7日》，父后7日，内底就是讲到，一个人过往去了，爱7天以来安怎拄安怎，啊，然后伫迄出戏出内底嘛有去讲到一个歌戏剧团。为着要生存，创啥？啊，吴屏风、吴鹏凤内底就讲到一个台词，就讲啊，歌戏若阁继续照恁来播，无人要看啦。伊拢是顶世纪迄种处理方法嘛。毋过即马相对较少年的，伊对遐古早物件根本无兴趣啊。伊想要看较新奇的，意思就讲你歌戏班，你嘛爱对时代去演进，袂使讲一直走咧古早时代迄种物件。啊，当然，我毋知各位朋友最近当时有看到歌戏路边的，
3年补是阁袂少啦。有迄种，迄刚我经过一团的时候，我就发觉到讲，敢若袂输真正3个人就会使换一团啊，就是迄3个拢咧唱的，啊，其他遐个乐手啊，就是讲演奏乐器的，听讲有2种方式啊，一种就是一个人伊就处理所有的乐器啊，啊，有的就真正叫一团，啊，迄团可能嘛3个啦，就是啥物弦仔的乐器，还是龙的吼，咚咚唱迄种乐器，啊，搁一个就是金属的乐器，大概就是3种材料吼，弦仔是算丝仔线迄种的嘛，啊，一个是钢锣钢鼓的迄个，吼，迄就是皮嘛，啊，搁就是金属的，对无锣，所以即3种声音就是，也是分的，我袂记一啦，反正就甲迄个啥 jazz，jazz J-A-Z-Z 即种音乐相款嘛，伊可能基本3种无共形式乐器，也是到5种，所以讲到遮就想，因迄个 jazz 即个音乐伫美国大兴大流行了后，嘛发展出因的特色，所以歌戏应该就是照迄个吴冰皇帝迄个符合7日的电影内底所讲的，伊爱有所变化，啊，若无你就去互时代淘汰掉去啊。为武营，我感觉伊提供一个互遮的戏剧，也是戏团，也是剧团，因想要有新式表演的舞台的时阵，这是一个真好的所在。所以为武营遐，我会记得，歹势我毋捌去过，我毋知。啊，毋过我感觉所听到看到，就是讲，拥有足侪无共形式的团体，也是表演上去遐做表演啊。我毋知咱台顶朋友针对咱高雄这篇美丽大高雄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志愿来啊！安尼高雄伊阁有啥物所在讲着无讲过？因敢若市港合一的款是毋是？因为贵人是毋是合一啦？我袂记啦。有合无合，拢有伊的好处歹处啦。啊，总是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台北人，敢若较无啥物真正看袂出来啊。啊，若贵人我嘛敢若诚久无去。内底伊嘛用着足侪迄种算啥理想感义的起来话嘛吼，卖肥加喘，袂好袂有钱加好野人款嘛，迄著是会使安怎讲去做久嘛。时到你会使家去做些，有一个串甲款嘛，啊，你可能你会肥去解决啥物货嘛，所以你讲你的语言能力到一定的程度时阵，应该是有才调去做新事，甚至描写出新的情景出来安尼。好，安尼后一篇，迄个张翠燕伫咧写赵慕平讲。台语歌册甲囡仔歌广告的美甲一篇，因为这应该嘛是因合做什么台语三拢有讲座内底的迄个啥摘要的内容啦，啊一寡算讲段落嘛，安尼是毋是志愿先帮咱读啊？志愿读过了，准直读有哪读，应该会使甲一篇读，因后壁篇。是罗马字的条件不哩遐大诶，我连续2篇咧，阿娘喂，我来记哦，你先答好无？这条件较无大诶，来，台语歌册，甲囡仔歌广告的美甲，张翠。这敢是我会记是耳的款hiệu，是毋是？哦，耳哦。念歌甲歌册，1月份的沙龙讲座邀请政治大学甲台湾师范大学的助理教授赵慕明来甲大家讨论台语歌册甲囡仔歌。讲座一开始，赵教授就邀请大家做伙听来听一首白囝歌，大家发现。念歌实际上咧演唱的是，确实比原本的歌词加袂少音节甲音调的变化。
一句这里啊会当唱超过一回，可见演唱甲歌册记录歌词的书面资料是无共款的代志。听过这里啊演唱了后，讲者搁以一个西洋歌星的演唱来激励，要互听众理解讲，就算是共一条歌，无共的场合，无共的种歌册的唱法嘛会无共。你证明表演甲歌词定定拢是两个会当拆分开来看待的物件。歌册出版也互念歌的内容渐渐标准化。早前的念歌出版摆拢无相同的表演。你读到遮好，哎无下夜我来读，我读完遮有准直读完遮有哪读好啊？哦，这个下夜我来读。价值观藏伫歌册，刷落来。赵教授讲，伫研究歌册过程发现，歌册是迄时阵社会非常重要的娱乐，因为读的人真多，致使互政府当作是提倡某一寡价值观的传播媒体来使用。比如讲，运河奇案这个故事，1935年甲1957年的版本，男主角的身份就无同，为一个社会运动者变做走水的，而且故事内底歌词佫讲爱国家内，这真可能就是政府为着无爱互人民插社会台所做的改编。歌的故事呈现方式，表演的一开始，通常演唱者会先介绍家己是啥人，嘛会甲观众请安，甚至顺续袂高摇嘛可能。演唱者咧表演的咧表演的过程，伊是讲古的人，毋过伊家己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内底的角色。扮演啥物角色，就用啥物声调，讲古的人甲故事角色，两种身份结合做伙。囡仔歌的功用是啥？囡仔歌会使是永远袂收煞的歌，所有的出现伫囡仔生活内底的物仔，拢会使放入去。囡仔歌其实就是一个咧互囡仔明白物件的个人感觉。歌做的，分别是多位发起回忆讲遮开始，叫我去运动去，春天是多位我去运动去，就是讲伊咧读的，叫我去运动去，一段歌词，一段歌词，亲像大人用手咧拿物仔，互囡仔咧手咧记物件，记物件无压，伊无压，则完全无压，你家己出来压。你的头壳水平较悬，你的物仔水平较悬。遮的历史，无论是念歌也是囡仔歌，拢是为生活经验以后的作品，会当一直演落去，会当一直演落去，唱袂煞。好，感谢，这是当然，伊是简单写啦，就无用咧讲台语歌仔册甲囡仔歌，拄仔听。
顶2礼拜的款，我伫确认打一条简尚林老师伊伫咧迄个台中古典音乐台有迄算广播的款，啊网络顶讲我哪听会到，拄啊迄个第一集有去讲到囡仔游戏歌做歌谣啦，因为要互囡仔生捌或者是学习迄个语言的韵律，就是拢透过即种歌谣。当然，过去即种台语的歌谣，若准讲我咧想，我咧猜想，现主是30、40岁以上的人，应该囡仔时代拢有听到过，至少40、50岁以上一定拢有听到过。吼，那么咧，伊困一暝大一寸，吼，还是尾啊，搁较侪岁了，就开始啥物一个炒米芳，二个炒韭菜，吼，啊无就是，我毋知咱台顶台下朋友捌听到过无？啥物囡仔淡仔唱迄个歌做过嘛吼？啥物三轮车驶倒去，弄着查某真歹势，啊，就念，啊，就是，迄就是等于是啥？歌册迄种押韵的形式，有当阵是叫做啥？顶真咯，就讲顶一句的上尾字，迄个音，还是迄个韵，是后一句的开头，吼，或者是迄4句。吼，迄拍的4句拢押共一个韵，通好去认捌啥物物件较好记。啊，以这来讲，春天伫倒位？春天伫倒位？我去问花女，花女讲伊接棍罄，叫我去问露水，露水伫倒位？叫咩露水哪？就是，迄就是有一个算讲去学习啊，即种迄个啥，爸母哪念啊，手哪记，尤其拢会配合话本还是啥嘛。可要讲，我就想到迄个黄飞飞所唱迄个什么，我袂记想哦，宝贝啊，心肝宝贝啊，什么话？就讲什么船无骹哪会走，还是耍位吼啊？什么鱼啊无骹嘛会行，啥迄种诶。啊，我会记咧，迄阵仔我咧学法语吧，法语有一首歌嘛是讲，就伊迄歌词诶名都为虾米啦，还是安怎嘛？博歌花啊，就是。两公孙啊，吼，淡仔咧讲，讲花为虾米会开，啊，就讲为安怎开，啊，啥物日头会安怎，啊，叶啊安怎，啊，就当讲就对啊。所以等于是讲用文达的方式，互囡仔去学习，日常生活当中会使拄着迄种具体的物件。所以即种念谣，也是念谣是囡仔，啊，若念歌可能是大人讲故事出来咧互听的，就敢若赵慕明老师第一个。迄个时阵的台语沙龙有所讲的啊，对咱来讲，这可能嘛是算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吧。可比讲现主时，你若去网络顶悬去 Google 拍歌册，还是歌册文献，还是歌册、歌戏、歌本，拢有即种的。所以，遐内底其实有足侪迄种，在苏东时是真做。社会事件啊，然后甚至啥，一开始可能是叫做深度报道啦，啊尾啊可能就是刚才即个所讲的嘛，政府概率开始改变啊呢。吼啊，当然即摆社会甲过去的社会已经无相款啦。好，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倒要确认大即条是简尚林老师，你若有兴趣，你会再来 copy， 然后去你啥物所在听啊？拄啊讲到。迄个简尚林老师，伊敢若做囡仔歌练了即种的研究的款，啊嘛用来创作啊。所以含即篇算讲拄啊有一个对应的。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啊，请讲嘿。讲到囡仔歌，我细汉仔捌听过一条真歹听咧咒人的。咒啦！毋知逐个人。我听过即条，啊，因为后壁故事我袂记了，那会通诶，恁，听看卖啊，就是讲老伙老马吊豆，吊袂死，要食米，真歹听啦，歹势，啊就是对啊。好，我给你翻译，因为即种诶啥物哦。食老是凹的音嘛，吊豆嘛是凹的音嘛，吼啊，然后吊豆和死亡关系就变死，就变伊的音嘛，啊伊的音就变米嘛，所以迄就是拢一直
一直转运就对啊，一直转运啊，这种的可能，若准讲有遮尔具体的字词翻译去迄个啥，Google 找，或者是日本时代所收的遐个文献，吼，因为日本时代嘛是有收迄落真正咧骂人的话啊，迄对我会记诶，迄阵啊看到伊对2字开始收到甚至有18字诶，吼，啥物迄进前嘛有人捌学过嘛，要死着初15，要带着啥物叫教团去补，啊，啥物要拜着找无路，啊，蒙牌安怎，啥物干，反正迄一大堆就对啊啦，啊，所以，敢若准讲有不了具体一句，迄去 Google 找，甚至去研究找台语内底台字典，也是有一寡啥物日本时代啥物文献的，伊遮个文献有当阵啊藏伫咧，安怎讲一寡收藏的网站去，这我目前也无去直接去找着过啦，也无到迄个方向啊。啊，讲到歌册啊，讲台语当着是，我是迄阵有甲伊提示各位朋友，你若有兴趣，2017年7月20迄集，讲台语当着是，伊就是去讲到歌册即种文本。啊，当然，目前你若直接拍歌册文献馆，大概会指引你去几落个所在，其中有一个所在应该是台大的图书馆，当然是线顶图书馆啦，我无确定。台大图书馆伊有收即个纸本，我毋知，我无确定。你若去拍歌册文献馆，你就会使，伊就引导其中一个就是台大的迄个歌册文献馆，迄内底的资料啊，因就是甲歌册的资料上网，啊，因为歌册顶悬的字啊是人咧讲的在来字，啊，对我来讲，若纯粹读个在来字，我足侪我嘛爱读一久的，啊，佫慢慢读袂紧。伊讲顶2礼拜吧，我去看一个叫做《好神蠓仔大战歌》，还是《好神大战蠓仔歌》，反正就是蠓仔甲好神咧相战，还是冤家相两，啊，就各自因钓会着人马嘛，去招相找相嘛，吼。啊，内底啊，就会出现有飞紧紧即个讲法，啊，结果伊的飞紧紧啊，当然迄个紧紧伊毋是写快速的紧，还是啥，伊就是用一个瓦音的字，吼，啊，迄个字反正看无，啊，毋过你读念出来，你就知影。然后迄个飞字啊，头前就真正写飞来飞去的飞紧紧，啊，毋过让几落拍，还是让几落压了，伊的飞紧紧的飞煞写地飞的飞啦。所以对我来讲，我就啊奇怪，不管你是河神咧飞，蠓仔咧飞，啊，就拢是飞啊。啊，为怎伊头前会用飞轮机的飞？啊，后壁煞佫用地飞飞啊，迄个飞跋飞的飞，哪会用安尼？我就会足遐疑的。啊，所以歌册文献馆内底的资料啊，我捌前几年啊，我捌看到过，就是讲，讲施炳华老师，还是林旭凯啊，啥我袂记只。中教大陈光鼎老师，啊，佮甲几落个有咧研究歌册，因捌出一套歌册小词典，啊，就甲遐个过去遐个歌册就摘要，可能抽1拍2拍，无一定，就甲伊改做教育部的建议用字，啊嘛有提供罗马字，所以歌册文献馆伫网络顶悬的资料，伊呈现的方式就有4种。第一种就是原底歌册用字，就敢若我拄仔讲的，头前写飞紧紧，第二写飞，第二后壁紧紧的写谨慎的谨啦，啊读念出来拢是紧啦，啊就 OK 啦，反正飞紧紧是会使当做是状态词啦，啊你无写紧急的紧，还是快速的快，拢无要紧，或者是动态词尔，吼，这就是用歌册原底用字，啊另外就是施炳华老师也是向有去甲伊算改做教育部的建议用字，啊若准讲有诶字教育部无建议着的，反正教育部因咧办考试的嘛，办考试的时就讲，你写汉字爱照教育部迄700字的建议用字，或者是
因有一个思考是清单讲，就是迄内底的字，啊，原则上意思就是教育部伊无建议人用在来字，吼，啊，过来第二种嘛，第一是歌册原底的在来字，第二是教育部的建议用字，另外两个就是我讲豆菜芽字，也就是讲有可能是教会迄种白话字，或者是教育部建议的罗马字，所以伫网络顶悬的迄个歌册文献馆的文字的呈现，就是有4种，啊，你会使拣选，我想要看在来字，还是我想要看白话字，还是我想要看罗马字，或者是我要看教育部建议用字。可比讲，前一阵啊，我咧读迄个叫啥？台湾漫游录，台湾漫游录内底有提起着12碗菜瓜，啊，迄个12碗菜瓜就是对歌册调出来。迄，我想看歹啊，敢若尤秀卿老师还是地理老师，我袂记一啦。就是有用乐琴啊伴奏啊哪弹哪念哪唱啊，通常即种演奏的团体啊，有当阵是至少2个或者是3种乐器，乐琴、大钢琴，啊，佮另外一个看款，我无确定一定是啥，有诶敢若是鼓吹，有诶敢若是另外一个。我袂记，反正我较会记的就是乐琴甲大钢琴啦。所以你若有听到讲，有一寡应该是有歌册的文本的，你去找的时阵翻译，这个文本啊，可能杨秀卿老师也是甚至顶世纪对无？丹丹迄个恒春的丹丹，伊嘛有去演奏过的。啊，网站顶有一个叫啥国家记忆库哟，还是啥物货？我无记啦。伊前一阵嘛，我有去查过，可比讲的去遮开个段，或者是暗君心河神，吼，还是讲迄个12碗菜歌，就讲这个歌册温和基案，我无查过，我毋知影。反正就是这个歌册啊，佮讲在杨秀卿老师的时代，伊读甲内底不哩啊做迄种文本的时阵，就迄个时我袂记谁去采录的啦，就是甲伊声音甲伊演奏念唱的遐个影像声音留落来，诚做咱后壁的人若有兴趣，甚至要研究的人，就即种文本声音，通好去听去看，甚至去学习。啊，当然杨秀卿老师伊尾啊嘛有培养不哩做迄种艺生，其中相对我个人认为较出名的就是杜建治甲林点心，林点心吧，对，啊，恁两阿某是算杨秀卿差不多是人讲什么上尾迄个什么关门子弟吼，关门弟子啊，所以台湾文化、台语文化的物件是，抑佫有人有伫咧努力拍拼啦。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迄个歌册部分目前我所知是敢若新竹的，我毋知因是要读定拿书局还是德林书局，抑佫有咧卖，迄就是一本细本啊，薄薄啊，差不多0.3公里遐高，啊，然后长度可能10公分，11、2公分，宽度可能5公分吧，差不多是安尼。啊，现主是南美收藏上多的是伊人进伫台东，什么苗牌我袂记，道中什么真歹势，伊敢若是因老爸在生之前捡足侪，收足侪迄种歌册啊。目前听到讲是敢若伊也有3000几本，就讲拢无共个内容，3000几本。啊，当然在过去迄种无版权的概念的时阵，一个故事就出来，就是大家抄来抄去啦，大概就是上头前解一下嘛，讲这是啥物书局印的，还是甚至迄个编的人，还是讲这个故事的人，伊可能会直接讲嘛。
就敢若拄食伫咧即个迄个啥，一开始的是伊会讲，要唱的时阵拢会先来一个叫花，就要邀请人客来听就对啊。吼，先叫花，啊，迄个叫花其中有一个就是爱自我介绍，或者是最近咧讲的做啥自报家门。讲啊，我是啥物人，我倒位来啊？可能我即摆咧创啥，还是啥，反正是会先讲我是啥就对，自我介绍啦。啊，当然即个讲的时阵，就是使用的乐器，我所听着看着是乐琴嘛。当然，可能有的人有采用其他的乐器，迄不管，反正那真高弹，伊可能就弹甲足多，较少读念的。啊，若无讲介高弹的，也是当做伴奏音的，就是用念的，用带迄个唱。因为迄个歌册啊，一般是7字一句，抑毋过有当阵你会使根据你的需要去拖长音，还是插虚字，还是你家己会使搁小可改编。所以在过去迄种因伫咧走江湖，伫咧卖唱的时阵，拢是活戏的。吼，什么今日来到贵宝地，看到恁遮啥，啊，就讲你遮在地什么戏，佮讲你山林堡讲山林堡的故事，去到美罗讲美罗的故事，去到大家讲大家的故事，反正拢足活就对啊。啊，毋过一旦写做剧本的时阵，哇，歹势，是啊，就是起来啊。除非后壁的人，伊知摆讲啊，苏当时即个部分是活的，你会使根据你家己的需要，还是你的变调去改做变化。啊，毋过即马即个部分就敢若较，可能我也无去接触过，我毋知啦。即种我所知的消息是大约是安尼死啦。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后壁即两篇不离啊大的挑战。俊定还是有娜，或者是 Connie， 敢有要甲大家分享啊交流哦。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个台湾风潮广播310期就暂时先读到这。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感谢台下的朋友听阮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安尼今日读到这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再会。